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2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伫拄则下令，要求俄罗斯协助恐吓部队要提高警觉，因为普廷讲西方的国家对俄罗斯做出非法的制裁。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进入第4天，俄罗斯国防部头摆承认因嘛有死伤，也毋过无对外公数字。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伫昨昏时表示，因愿意甲俄罗斯举行会谈，地点会经伫白俄罗斯的边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4天，2国的谈判出现希望。本来谈判的地点讲袂好势，经过讨论了有共识，选伫咧乌克兰甲白俄罗斯边境的戈梅利。Более того, сторонами был детально проработан маршрут следования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Он был согласован. Нами была обеспечена и гарантирована абсолют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украинской делегации. 地点才拄讲好势，白俄罗斯就向乌克兰射了几多粒飞弹，也阁射到一座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白俄罗斯就要确保伫这段期间，所有战机甲导弹拢留伫咧地面，对谈判无啥信心。Що потім у жодного громадянина України не було жодного сумніву, що я,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не намагався зупинити війну, коли був нехай і маленький, але все ж таки шанс. 俄罗斯总统普廷27发表电视演讲，指控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无友善措施，包括非法的经济制裁，所以下令协助协作部队建立高度警戒。Приказываю министру обороны и начальнику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штаба перевести силы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в особый режим несения боевого дежурства. 自从俄罗斯离时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国一直拢无讲到伤亡的情形。俄罗斯国防部27第一遍承认军队有死伤，但阁无讲人数。К сожалению, есть погибшие и раненые наши товарищи. Но наши потери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меньше уничтоженны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и потерь среди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欧洲议会议长特拉斯伫推特讲，普廷对4天也阁无法度甲乌克兰摕来正生气。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讲，目前已经甲市区内面所有俄军拢总清除，乌克兰军队也已经完全掌控东北部第2大城哈尔科夫。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咱台湾外交部是表示讲，已经顺利安排18个咱台湾人离开乌克兰入境波兰，目前还有14个人伫乌克兰。咱台湾目前有对国际出手制裁俄罗斯，这场战争是造成国际油价大起，咱国内油价嘛创下7天来新高的纪录。对于乌克兰撤离的18名侨胞，日暗时入境波兰，摕到国旗甲自波兰代表处大赛弹量金翕相，顺利离开战火的乌克兰，大家将有缘较放心咯。公路因大规模逃难潮严重塞车，我国撤侨专车历经46个小时，在26日通过边境检查站，平安顺利入境波兰。之后将由国人自行决定返国或前往其他安全地区。外交部当时指出，另外有4名入籍乌克兰的民众，在外贸协会自支付台湾贸易中心这单位协助的27早起顺利到斯洛伐克去避难。依据驻国代表处汇报，即阵要14名民众滞留伫乌克兰境内，7人伫基辅，2人伫南部，3个人伫东部，也有1个母仔暂时避居西部的利维夫市。咱驻外人员拢有甲伊保持联络，以提供必要协助。俄罗斯军事攻击乌克兰，台湾甲其他民主国家同声谴责，也同步紧急制裁。对着网络流传讲，即阵乌克兰都是以后的台湾的讲法，行政院长苏清昌强调，无允准有境外势力散布假信息。台湾不同于乌克兰，我们不但在地缘政治上重要，在地理环境上也有200里的海峡区隔，我们掌握各种情况，不容有境外势力或有附和者用不实的假信息要来比附援引，做不当来扰乱民心士气。战事造成国际油价起价，为着平稳这机制，中油家己来吸收。礼拜0点开始，汽油、柴油各起5角甲4角。参考零售计价分别是9厘每公升30.7块，95每公升32.2块，900每公升34.4块，柴油每公升是28.5块。
油价即阵是7年来上贵的。行政院检视能源、民生、工业物料、金融市场这4大面向，包含尤其进口来源、多元来布局，提前来采买黄豆、小麦甲番麦，调降这个关税甲营业税，确保民生物资量有够，继续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疫情，疫情指挥中心伫进前是宣布，对明仔载3月份开始会热烈放零防疫措施，包括运动、翕相、直播、演讲，拢会使唔免挂喙罨。若相体嘛，开放会当伫车顶食物件。除了湘北、桃园甲高雄以外，其他的县市探病限制嘛有放零。另外，上新的消息是，咱家己买的莫德纳预防车有120多万桶，伫今日半暝啊1点49分送到咱台湾，保存期限会当做到8月初5。本土疫情有小可较稳定，3月7日到3月31，台湾上新的防疫规定会小可放零，包括做运动、翕相、直播、农林渔牧工作者、山顶树林海边啊活动、浸山温暖、出外买食物件。指挥中心或者是主管机关指定的场所或者是活动，拢会当暂时免挂喙罨。在运动、拍照还有直播、录影、主持、报道、致辞、演讲、讲课等这一些先前曾经一度被我们就是又规定说要戴口罩的这些情形目前是从3月1号开始之后会恢复可以免戴口罩。因为之前发生过群组感染事件，所以这边免挂喙罨的项目并无包括唱歌。考虑到经济甲防疫生活爱兼顾，卖场、市场、超市会当试食，无要求人流管制。相体客运过来航班会当食物件，参加宴会时阵会当达到去敬酒。过来5个机场2个港口往离岛的旅客唔免体检。除了湘北、桃园、高雄的病以外，探病限制一个长照机构探视规定也拢放零。那整体这个大的方向在苏院长的指示之下，基本上是从在疫情之下开始要步入正常的生活，要走向一个经济防疫的一个新模式。另外，3月7日开始也开放外籍人士来台湾进行人工生殖的疗程。指挥中心讲，新制度实施了，会看情形做滚动式检讨。3月31日了，结果再看迄当阵的情形，决定是毋是搁放零相关措施。希望伫咧疫情稳定会当控制情形下，国内会当慢慢进入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在做伙关心天气，今日是28连假上尾一天，各地天气拢稳定，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温度嘛回升，各地高温有26度以上。咱来看温度，今日甲明仔各地拢是好天，敢若东半部、北部的山区有局部地渐雨，各地早暗较凉冷。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1度。日时各地拢会回温，伫西半部甲东北部高温嘛有26度以上，南台湾的高温有29度。毋过要提醒乡亲，即2天西半部甲外岛云较加高大雾，骑车驶车爱细致。今日各地拢好天，也毋过即个礼拜有2波冷空气会伫拜三甲拜六交汇。拜三东北季风增强，高温剩20度。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若拜六的冷空气会比前一波还佫较强淡薄啊。北部的高温嘛只剩17度。气象局表示，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云量较济，西半部地区维持好天到侪云的天气。毋过早暗温差较大，最近会出现3摆，有时冷，有时较烧热的春天天气形态。明天的话，以及后天，东北季风又会再稍微增强。到了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的时间是3月2号的时候，那第3波东北季风增强的时候是3月5号的时候。气象局预估北部低温会有1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可能有10度。另外，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气象局提醒西部地区甲外岛要注意局部有大蒙雾或者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看今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今日是28连假上尾一天，高公局预估国道会出现往北的车流量。国道1号、国道3号往北会对今日下晡3点达到暗时8点；国道5号往北会对早起9点达到下暗8点。行车时间会是普通时的7倍。来看联合报，
健保会是建议讲，要增加健保部分负担，伫慢性病药单这部分，健保署规划讲去医学中心也是区域病院领第2届甲第3届的药啊，大概爱加纳100块。要毋过若是去一般的病院，也是社区的药局，安尼就唔免收这条钱。针对这案，健保会内底即嘛有无共款的意见，无共款的看法。根据了解，为了公平，可能是连讲爱去药局摕药啊，拢爱加减收淡薄仔钱。要毋过这若一决落，影响是真大，所以即嘛要交予卫福部长陈时中来决。来看中国时报。香港高一支新增加的确定病例，佫创下新高。香港一天新增加26000例，目前这波疫情已经有15万人确诊，而且佫新增加83个人患病死亡。中国即马已经派专家去香港，斗相共香港控制疫情。继续关心咱国内疫情，昨天咱本土病例一拳头加16例。主要伫新北甲桃园，新北的病例有4例拢甲火锅店有关系，那桃园加11例拢是甲观音的幼稚园有关系。为着要阻挡幼稚园的群聚感染继续摊开，桃园已经靠上千人居家隔离。人甲车真济，无受确诊行踪的影响，这是新北新增的美食卖场，拄着连续假期，买物件面上游玩真济。果然一次增加60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是44例境外移入，加16例本土个案。那境外一路中有20例是航班落地采检的阳性，那16例的本土病例是9男7女，居住的县市桃园有11例，新北有5例。新北卫生局表示，增加5例当中，20529是火锅店员工，是116确诊员工，20456的同事，共大的爸母甲小妹3人，20564到20566也拢染疫。另外一个确诊者是20567，是台北市中高自会 KTV 上关，基本采检确诊是19996例共大的人。相关匡列的接触者112人，有4人居家隔离。目前都已经安排采检了，那后续我们会持续做疫调及相关的防疫工作。2月26号居隔第14天，也就是即将要解隔之前的采检呢，转为是阳性 ，CT 值是17.49，那目前就是收治专责病房隔离治疗。桃园市增加11例是最近上悬，全部是自治观音区幼儿园无满10岁囡仔延伸。年岁伫无满10岁到60外岁，除了动物以外，连动物亲人也染疫，尸体单伫21.2到16.2之间。幼儿非常容易群聚感染，因为没有打疫苗。那因为他们的症状很轻微，所以学校跟家庭都忽略了。地文产表示，以过去的经验，这波群聚感染可能会扩大，希望在上短时间内对产生的质量学校做考虑。为防止摊开居家隔离人数可能有1000人，希望应确保社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该向前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大，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3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9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天是新增加60例，目前即马咱台湾计共20433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496万例，韩国超过28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0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是超过2200万例。国际局势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欧美即马拢在制裁，要甲俄罗斯赶出国际银行体系。也毋过有学者是表示讲，俄罗斯总统普廷早就建立独立的金融系统，而且佫掌握欧洲的天然气甲石油，恐惊制裁效果有限。罗西亚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4天，持续以大炮甲巡弋飞弹攻击首都基辅甲其他的城市。不过，伫乌克兰军队的抵抗之下，因进展是真慢，暂时无法度拍入去甲基辅。也那国际上是加强金融制裁力头，甲特定几间罗西亚银行为 SWIFT 国际银行的系统内底移除。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partners are working to cripple Putin's ability to finance his war machine. We commit
to ensuring that a certain number of Russian banks are removed from SWIFT.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se banks are disconnec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nd harm their ability to operate globally. 乌克兰总统格林斯基表示，这项金融制裁是乌克兰一大胜利。罗西亚会面临几啊十亿美金的损失，这是伊讲话无算话入侵乌克兰爱付出的代价。伊还阁表示，土耳其已经同意伊的呼吁，禁止罗西亚的军舰进入乌海，嘛愿意甲罗西亚会谈。Ільхам Алієв і президент Ердоган запропонували організувати переговори з Росією. Це можна тільки привітати. Сьогодні вкрай важлива є заборона та прохід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кораблів у Чорне море. 不过，土耳其还未宣布敢是要禁止罗西亚的军队进入乌海。也那罗西亚国防部表示，基辅当局拒绝伫咧罗西亚盟友白罗斯境内谈判提议了后，罗西亚的军方已经接到命令要扩大进攻。所有的单位会为各方面持续推进。虽然西方国家无出兵，不过有答应讲会援助乌克兰。德国政府批准军方送1000架反战车的武器，也阁有500粒刺针防空飞弹过。也那荷兰嘛同意乌克兰的要求，会赶紧送200粒刺针飞弹、甲50个铁军3型火箭弹、甲400支火箭来协助对抗罗西亚。另外，法国嘛同意提供能源甲军备。法国海军伫咧英吉利海峡。以欧盟制裁法案，甲一只要驶去圣彼得堡的罗西亚的货船砸落来。格林斯基推文表示，伊甲马克宏的对话是分跨外交战线新的一天，反战联盟嘛已经启动。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俄罗斯拍乌克兰资本是强调讲，敢若拍军事目标，严格实际上，一寡社区下口嘛拢有互攻击，侪百姓无厝通转去。首都基辅的民众拢避伫地下停车场、地下铁地铁站。根据统计，嘛已经有超过9000个乌克兰人去波兰的边境，等待以难民的身份入境波兰。这个看起拢是枪弹破坏的厝、汽车，还有残破的厝顶。这是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城市马里乌波尔，民众如昨仔转来到互炮弹攻击这间厝，厝顶特别落来啊，规间厝敢若要倒落来啊，涂骹也留着亲人受伤的血粒。伊讲事发迄当时，赶紧甲上细汉的囡仔揪掉咧，赶紧冲出去，要找所在紧避起来，实在是真恐怖、真危险。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теперь делать нам. Ну как-то выживем, наверное. Будем стараться. Боль, дети боятся сюда идти. 转来伤心的所在，物件赶紧收收款款的。如昨仔一家15个人，即阵是无敢可归，伊的妈妈受伤住病院，其他厝内底人是暂时去瓦克亲情。囡仔受到遭到炮弹袭击的时阵，哪讲哪好。Да вообще, если ночью что-то будет, куда мы пойдем? 如昨仔绝望讲，伊毋管战争什么人输什么人赢，对伊来讲上介重要是囡仔会使快乐来成长，毋是像即阵逐工一直好。另外，位在乌克兰中南部的第4大城丹博贝佐斯基，这个招募甲物资中心有不少的人来登记，决定要起来对抗俄罗斯。Уже готов. Раньше, может быть, у меня были какие-то сомнения, но теперь я готов точно. Это война. 伫首都基辅，官方警告民众应该避难，以免互流弹拍到。不少人到地下停车场甲地铁站，不过也有更加侪乌克兰人民决定离开家园。二六统计已经有超过9000人经过边界进入波兰东南部的村庄梅迪卡，等待以难民的身份来入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欧盟成员国波兰境内原本就8万人的乌克兰社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进前有答应讲，会实施比川普更较人道的移民政策，要互中南美洲侪移民打算会当通过墨西哥去美国生活。不过即摆因为申请的人伤侪啊，互墨西哥背负心理，造成这移民敢会使等签证落来。有的人是等甲使圣地，有几若百人用甲喙舔起来这款激烈的方式出来抗议。尖穿过国烫出来，一寡抗议的人摕尖甲其他抗议的移民的喙舔起来，只敢留一个芳，互因会当啉水。几60位抗议的移民最近伫咧墨西哥甲瓜地马拉边界城市塔帕朱拉，用甲喙舔起来这种惊人的方式，抗议墨西哥 INM 国家移民局发签证的速度伤过慢。
Y vengo de por tierra, caminando todo esto, a una travesía larga y solo queremos pasar, seguir nuestro camino. Lo que exigimos es que nos den una solución, un salvoconducto o algo, pero algo rápido, no que se demore 2 meses, 3 meses, porque eso es lo que nos dicen. 外國媒體報道講，因為拜登做總統了，承諾講會實施比川普更加領導嘅邊境移民政策。墨西哥嘅 INM 愛處理嘅請求墨西哥庇護申請，比2019年增加87%，審核嘅速度變正慢。為咗要早離開各項散加個充滿暴力嘅環境，像北非想要去美國嘅中南美洲嘅移民。 規定做伙向北邊行，不過到了墨西哥嘅塔帕朱拉時陣，因為當局移民單位嘅審核速度正慢，因無證件就留喺當地，如果無頭路無收入，債錢正緊就用了，因正受氣，就用絕食一個天罪嘅方式抗議。 Si se cuecen los labios migrantes en señal de protesta con el instituto, comienzan una huelga de hambre y esperemos que 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Migración pueda ver que sangran y que son seres humanos y queremos que resuelvan la situación de una manera más humana. 因為要去美國嘅移民增加，墨西哥受到美國嘅壓力，想要組織大批移民坐要去美國嘅大篷車，亦個喺去年啟動一項新計劃，將願意留來移民用車載到墨西哥其他州。 並且可以領到簽證，會當合法工作1年。不過，申請嘅案件也是愈來愈多，表示移民也是希望會當去美國。這也和墨西哥國內質疑這項計劃敢會當成功。墨西哥 INM 講，移民用天罪嘅方式向墨西哥政府施加壓力，不過因依然會按照入境申請嘅順序，優先審理批准囡仔、有身嘅婦人人、殘障人士加視大人這個弱勢族群嘅申請。 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今日國際上一個什麼大代誌？加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俄羅斯烏克蘭戰第4天，雙方拍算佇今日早起要佇白俄羅斯邊境舉辦會談，不過烏克蘭總統是表示對會談的結果無信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面拍算拍破原則，提供武器予烏克蘭去對抗俄羅斯，而且還要制裁白俄羅斯，讓俄羅斯國予俄羅斯順利去拍烏克蘭。 來看，普丁下令去拍烏克蘭，引起俄羅斯的人民不滿。在俄羅斯即馬國內嘛有反戰爭的示威，佮要求普丁愛落台，有要挖6000的抗議人士互掠去。俄羅斯拍烏克蘭，就本是想講是倒頂年鑑真簡單，也毋過因為烏克蘭有濟民眾加入軍隊，有專家就認為講，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互俄羅斯進攻的速度無親像自本想的遐爾順利。看到烏克蘭即馬嘅局勢甲經濟，嘛有唔少人來討論咱台灣，來討論講咱的國防能力敢唔夠。國民黨嘅主席朱立倫就呼籲政府要趕緊提出完整的兵役政策。 烏克蘭和俄羅斯部落前後在一場座談會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甲主權研究所所長蘇志雲分析戰情，俄國就開始暗示飛彈攻擊，派出快閃戰、心理戰，想要瓦解烏克蘭民心士氣。不過，儘管天氣甲部分南土影響，而且下定戰毋是俄國機械化部隊的優勢，也個未少烏克蘭民眾加入反悔，和攻勢進度不如預期。有立法院國防委員會立會認為，全面國防是台灣未來應該思考的方向。我們號稱有250萬後備軍人，平常的訓練是非常重要，而不是威脅到了來做射擊訓練，來派發武器。有學者呼應安尼看法，除了防空演習應該愛針對戰場環境情勢，做更較實際的規劃，也建議政府未來在社區建立防衛甲防災體系。以目前我們所看的這樣的一個演習的形式，事實上還有它改進的必要。那最後一個就是說，我們要有社區防禦體系哦。烏俄之戰也引起各大討論，是不是應該恢復徵兵制，或者是服役的時間改做原來制度？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呼籲蔡政府提出完整的政策。我們這個會期，國民黨有提出來，包括兵役法跟後備軍人條例的修正。那至於整體的規劃，執政黨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政策，不要空喊口號，而有具體的落實。台灣甲烏克蘭同款攏用援助儲備，就這擺烏克蘭危機，需要強化防衛能力的方法，希望增加國家全方位能源實力，讓敵人唔敢來犯。記者綜合報道。
在地上大条，甲乡亲来关心顶礼拜热和流甲大雨，和苗栗大湖的草莓霜冻甲真严重。农委会去勘灾了后，即嘛是表示农业损失是2成以上，所以逐公顷会当补助现金9万块，而且嘛用加工技术减少农民的损失。除了草莓，即嘛伫中华保心的葡萄嘛受损害，差不多有5成，损失可能会达到上亿。一箱一箱的草莓，毋是烂去，就是已经生果啊。最近原本也是草莓大出的时阵，毋过受到顶一波大雨寒流影响，苗栗大湖农损真严重，农民讲钱救偌济算偌济咯。连取下来做加工都不行，几乎都发霉坏掉，所以我们的损失蛮严重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中立即到苗栗大湖了解受损的情形，初步来估计，苗栗县有400-500公顷种草莓的所在，受损的面积是160公顷，损失的金额是3200万，其中大湖是上严重的。陈吉中讲，会启动现金的补助来帮助农民渡过这难关，协助农民尽速的来做护耕，包括很多的可能的病虫害的防治。陈吉中表示，除了每公顷9万块现金的补助，也建议调悬救助标准。另外，请农粮署来调查加工厂这场所有冷藏设备，提供加工来减少农民的损失。另外，中华保新山药甲葡萄也损失真严重，一年的收益也2亿多了，相加损失就要1亿多以上。农会初步的统计，保新的蜜红葡萄种植面积大约是150公顷，不过受到前一波大雨影响，真侪所在拢有有过损伤甲路滚边，损失大约是5成。另外，金蜜山药有大约3成损失。官府表示会尽紧来协助填补灾害损失。不要忘记说拍照，好，那来存证启动这个现金救助的时候，那农民就可以到公所来申报。官府表示，会请公所甲农会汇集资料，由官府向农委会来申请补助，也协助农民申请补助设置温室，预防这个剧烈的天气所带来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按算，伫明仔3月份开始要放零边境，除了头一波的商务人士，过了国际医疗对象嘛有放零，会当来台湾做人工的信息。卫福部是表示讲，主要是因为考虑生囝有年岁限制，进前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寡人聊天已经受到影响啊。因为时间较迫，所以是放伫头一波开放。妇产科医生是表示，因为人道的考量乐观其成。国内疫情相对较缓和，预算3月边境就会来放松，国际医疗来台嘛就会放宽对象。卫福部证实，除了原本的同情对象，有人工心地需求的人，嘛就会放宽来台。这些都是以前就已经先进行冻卵啊，或者是它的疗程已经到了一部分了啊，然后考虑到这些权益的问题，所以我们优先考量把它开放。卫福部表示，国内医疗的量能有够，可能性有年岁限制，相对较有时间性，因此伫这波优先的开放，至于健更加医美，是要伫了后做伙来评估。而妇产科医师李茂盛表示，家己医疗人都会伫场乐观其成，卖来加强医疗量能。医院来求医的大概每年大概400多对不孕症夫妇，设备了、医术人员啦、护理人员，这些总加起来呢，大概在一年再增加1/3的能量，都还可以把它容纳进来。李茂盛表示，我们已经有未少的外籍人士伫国来进行人工心地的疗程，不过说因为疫情中断，3月放宽了后，会使有进行到一半的疗程继续。国内心地科技技术甲量能，嘛有机会再提升，而便于附近的商圈嘛陆续开放。大家都有权利吧，如果想要孩子的话，从境外进来的人就是比较。也是要稍微再把关一下这样子，对啊，不要说到时候隔离完之后，然后又转阳性或者怎么样，这样其实对我们国人也比较会担心一点。不少民众认为，应该让国内民众甲外籍人士同款的医疗权利，不过嘛烦恼国内感染的风险会相对较增加，开放的前提必须要先做好严密的防疫。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代替 EMU900新型的区间车引进了后，就常常出问题。去年底，这型的列车嘛开始咧走中南部，也毋过就发现讲有一寡火车头月台伤短啊，所以无够停。也个月台标示嘛无够统一，互驾驶甲乘客拢不傻傻。
无上水区间车之称的代志 EMU900型电动车，去年4月投入北部营运，年底驶入中南部，因为伊的变速较长，有10车厢，也意外显示出中南部车站因为标志无统一，所有停车问题。目前还没有听到同事有反映这个问题。一般的月台不能停了，走营那些那都不能停了，只停8台而已。北部亲像台北桃园这大站，无论4台、8台，也是10台区间车，拢伫同齐围等。不过中南部真济车站，毋是外台伤过细停袂落，都是无单独10台车停车表。以新庄乡站为例，外台上北停车是8台车甲10台车绑做伙，路站是4台甲8台绑做伙，无细字都停唔落去。应该要区分什么颜色比较，他们看的比较详细一点。有人提错。哎，对，全部都是蓝色的。有时候可能会看错。标题甲停车费无同，不止后司机员停唔落去，也出现在车口站了后，旅客才发现买坐车厢离家己等的所在真远。假设我要搭5号车哦，那我在5号的地方等，结果后面车子可能跑到8号、9号，然后就要特别从尾端走到5号那边。外台长途设备对袂到新车，引起争议。代替回应会通知8台甲10台车停车标志同一所在。即马的官方希望伫3月该点进行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看，因为梅花提早开花，加上顶日啊水气正饱甜，今年南投信义乡的梅啊结籽有结7成，而且佫生甲正大粒，农会就按算讲3月中就当大出啦，而且绩效应该嘛袂歹。去年入冬了后，连续几若阵冷空气到台湾，南投信义乡的梅花嘛提早现交梅。若讲到这梅啊，本地就要等到清明才有通收成。不过因为气温低、雨水高，即阵梅啊树煞已经结籽结甲满满时。今年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今年水量各方面充足所以今年最少也有6-7成以上的这个结果率因为梅花提早开，所以农会预估今年3月中梅啊就会开始大出，加工的日程嘛平应过搁较早，大概4月中就会当接到上好的梅啊咯。在今年的话，翠美的话，我们预期的话会提早1到2个礼拜来收购这个原物料进场做我们的一个翠美的一个加工，所以我们预期能够在4月中下旬的话，就有梅子翠美的一个成品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消费大众。去年初可花严重，梅啊树欠雨，果子也求水，农民了工搁失本。若今年水气真饱甜，梅啊生甲真紧真大粒，农民也望会当卖一个好价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报道，咱台湾的动植物的资源真丰富，不过若是欠保护，嘛是会断种。屏东的林管处甲屏东的科技大学有合作，甲珍贵的物种刷到屏东的森林游乐园，会当互民众参观，而且嘛要甲这个森林游乐园规划做保证中心，要互一寡珍贵的食物会当继续生产。今日屏东垦丁的森林游乐园有一项展览正咧盛大举办，内底当看到50种罕见的食物，亲像是毛草珍珠菜、鹅卵片、野巴学等等。这是稀有濒危食物的庇护所丰州中丰州的展览，后来游览的民众嘛会当学到知识。大概我们这一次展期会有50个物种在这里面，那这里面呢很多是我们恒春半岛特有的。台湾的动植物资源丰富，不过大部分拢敢若伫课本内底会当看到。这回展览就望互民众会当亲身看到这寡珍贵的食物，唔但有教育意义，嘛望会当保育珍贵的食物，甚至进一步互因继续生产。这些珍贵稀有树种，有时候呢，它是在比较特殊的环境底下，所以我们挑选出来，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种源的这个延伸出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点，将我们已经保有的这种成果呢，可以让大家知道，大家知道之后呢，会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物种的保存的一个重要性。主办单位表示，丰州中丰州这个展览，唔但会当帮助民众上好的食物，甲学术研究生态教育，更较望民众来参观了后，了解保育的重要性，嘛互森林游乐园帮做珍贵食物的避难所。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土库有一间已经开70档的表仔店，甲单已经传到第3代。即马毋但修理表仔，而且伫遐嘛会使啉咖啡。老店变出新出路，毋但继续服务在地，嘛请真侪游客去行搭。今日去店内第一档闻到咖啡香，详细甲看店内个摆满真侪钟仔甲表仔。原来这间是云林土库在地第一间，已经经营70几年的钟仔店，即马交予第3代来接手。除了继续咧卖钟仔甲表仔以外，嘛加新手法开咖啡厅，互人客放松兼批香。因为当初刚好家里需要人手，所以我们就回来帮忙这样子。那段时间也蛮想要自己尝试一下怎么去做生意这样子，然后又有越来越多的在地居民支持。我觉得很可爱的地方是，有些阿嬷来换手表的时候，会顺便点一杯热拿铁。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有趣的，然后也很开心。第3代头家是一对兄妹仔，原本拢是伫咧外县市打拼，毋过受到阿公用心经营的钟仔店无人传承，收起来真拍算，也是决心要转来故乡，结合家己餐饮本科的专业，卖咖啡做点心，要收掉阿公阿爹留落来钟仔店，继续替在地服务。内心会挣扎，也会担心，但是因为毕竟这就是阿公开的钟表店，然后到我们是第3代，觉得把它结束好像又有点可惜，然后可能工作上也稍微有了一个比较上轨道，然后也算稳定，就是慢慢的都蛮有受到大家的支持跟爱戴。这对兄妹仔头家嘛讲，虽然初转来故乡经营是相当的辛苦，好加在有阿母的支持，甲在地老顾客照顾，即马生意渐渐稳定。但是愈来愈侪外地游客听名声，专工要来食咖啡，新旧融合，钟仔店配咖啡变出新的出路，嘛互老店搁再活出新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咱台湾真出名的歌星邓丽君，伊的故乡就伫云林的埔中。这个所在即马嘛有设一个文化园区，互歌迷会当笑脸。最近埔中乡有结合在地特色，嘛甲园区斗阵办活动，咧推杀观光。这条同人在夜月亮代表我的心，是苏东时唱甲念袂掉的歌星邓丽君的代表曲。这是云林县埔中乡的田永川，邓丽君就伫遮出世，所以伊的家乡有设一个文化园区，真适合歌迷来游览。公所要来推动我们保中这个邓丽君我们的这个出生地让更多人知道。云林县宝中乡还有田寮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结合了地方的文化，以及结合社区，还有学校，不管是平安碗的制作，还是花鼓文化，还是邓丽君的歌声，还是声量网络的行销。邓丽君文化协会也办亲像歌唱比赛等等的活动，还有工作坊，找学校合作，结合在地特色，搁再提升地方的观光。我们总共进行了9场的工作坊，然后希望这个工作坊跟从邓丽君园区的一个邓丽君的元素，然后结合我们包中乡的一个文化的结合，出生地的一个主轴，让这个园区里面有更丰富的一个内容。邓丽君唔但伫台湾真受欢迎，佮请甲中国、日本、东南亚等等真侪国家，伊的故厝也来做历史建筑。伫故厝文化园区细细行行的，参加活动也通怀想邓丽君，做回来纪念伊。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的新店有一间安空接待室，是过去威权时代新门政治犯的所在。总统蔡英文、行政长苏贞昌、监察院长陈菊专工去巡视。咱总统是强调，无论是民主的发展，也是转型正义，咱台湾拢会继续向前行。行伫黑暗无见光的走廊，这是过去关政治犯的秘密场所——安空接待室。检察院长陈菊、总统府主席姚嘉文等受难者，甲总统、行政院长做伙转来这个当年互因受尽折磨的所在。我们是眼睛被蒙着，然后双手环铐，然后载着那个警总跟调查局压着这车子，就送到现在的安坑调查处。我并不知道我要送到哪里。当时非法的羁押侦讯、暂禁的刑求，都发生伫这一间黑暗的房间内。出选会伫2022年1月审定安空接待室为不义为止。总统蔡英文表示，绝对袂和台湾翻头行违权的路。行政院已经规划将它移给我们的文化部。
纳入景美人权园区，成为我们国家人权博物馆，作为实现转型正义、推广人权教育的基地之一。这一个安康不易遗址，我已经责请罗秉成政务委员整合跨部会，现在就在进行，保留遗址以及相关的资料收集和访谈等。安康接台式其实伫2021年10月，到地方文书团体提报告知，新北市文化局2月2日召开文书审议，因为地权复杂，较建议新北市府暂缓指定告知。提报人吴丕伟指出，目前安康接台式并无严格管制，甚至有人把这当作是冒险的场所。不管最后审议结果如何，拢毋忘即时赶紧做好管理，完整保留前辈牺牲自由的历史现场。记者杨淑静、郑派文新北市报道。遮侪单位拢会甲228相关的文件、文物数位化来收藏，亲像台北228纪念馆馆内的数位典藏，特等互民众即马伫线顶去找资料，买当降低文物侪人少摸来摸去，全害去的风险。摕起手机扫 QR code， 就使伫线顶看228相关文物。台北228纪念馆甲馆内文物资料做整理、翕相、数位化等过程了后，设置资料库典藏，方便民众线顶查询，买使检照原始文物的存储，降低破坏风险。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公开上线，能够让民众能够来检索使用这批文物，让我们这个文物能够让民众能够更亲近。过去一直都是认为这些文物只有14000多件，那透过我们的执行团队整个的做数位化的工作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它有18000多件。官方表示，馆内文物上大宗的来源是1945年代美国驻台副领事甲乔治，占馆内文物总数的44%。官方嘛表示，甲乔治对228的研究真重要，伊所编写的未出卖的台湾是记录228事件真重要的册本。要理解228从葛超志这样的一个美国人一个曾经当时的目击者，美国领事馆那个副领事的身份所以他接触到的层面广深，也包括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朋友帮他留下来的资料他们很多年后来写出这本书。台北228纪念馆伫228进前办理特别展览，除了了解馆内文物的修复、典藏过程以外，嘛展出民间观众的珍贵文物，呈现228事件迄当阵台湾历史甲政治的环境。记者郭北君、张水台北报道。228事件甲今年满75周年，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甲嘛伫228纪念馆展出特展，阁有甲228伫嘉义相关的手稿甲资料展出来，希望互民众了解这段历史对嘉义的影响。一张一张的采访手稿，甲迄当阵的新闻报纸，记录1947年228伫嘉义地区发生的新闻事件。嘉义市228纪念馆举办228事件75周年特展，为25号开始，一直等到3月20。新闻技术啦，做电台放送啊，阁有双方、军方甲民间开会的会议内容啊，这对于还原这嘉义地区的228事件真相非常有帮助。除了纪念馆的展览，伫228纪念碑头前嘛有堆书活动。这座纪念碑就是画家詹三元的设计。前监察院院长张博雅表示，迄当阵为着这座纪念碑，毋但受到真大的压力，连设计者嘛因此受到迫害。冒险甲伊设计这个起来，第一座起起来了，各县市嘛拢讲要起，所以安尼就甲咱迄个228的事件，规个都拢展现出来啊。三元老师因为伊是设计全台湾第一座纪念碑嘛，这个纪念碑伫落成的时，伊阁将画作放伫现场，参加的来宾伫下甲签名。嘉义市228纪念文教基金会表示，这届纪念特展有詹三元的画作，甲张家强的新闻手稿，阁有228事件调查报告，希望透过这些资料，互民众会当知影这段历史甲真相。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马迪家己，这是1966年开伫嘉义县大拿火车头边仔嘅成都旅社，是见证这个所在繁华甲在地特种行业的历史。厝主即马是去申请补助，希望修理这栋老仔厝，要互大家了解这段在地历史。在地文化导览员小介这栋准备要开始整修的建筑，这栋有50多年历史的旅社，因为特殊的经营文化，内底的装潢各会当看到真趣味的设计。它那个年代。还有包括它的特种行业，所以来住的人，万一他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他要从里面的房间逃跑或是跑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个铁花窗，因为这个是活动的。这栋有超过30间房间的成都旅社，都是大拿火车站边啊。因为较早边仔甲灯箱的关系，所以来来去去的人真多。厝主为了要保存这特殊的历史文化，甲万国戏院南华大学合作。做好申请文化部的补助，整理好了后，伊要开放啊，大家做一个使用，甚至啊，咱这地方的少年囡仔会使甲伊设计的物件，有一个所在会可以做一个展现。自强旅社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提供一个公益空间，还有清创的空间，让在地的年轻人以及相关的人士可以来做使用的。就增进就是在地的青年就可以回乡嘛。现在都政府都鼓励在地青年要在地生活创业，我们就是把这个空间让出来。透过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这栋3间连做伙的旅社，暗算要伫2024年整修完成。设计师表示，会保留大部分的建筑风格，俾互来遮游客会当透过这间旅社，认捌大拿在地过去的繁荣。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乌克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的军队嘛控制切诺比核电厂。根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测，附近的辐射值每点钟是9.46微西弗，有较悬淡薄啊。研判应该是军车驶入来土马受扰动，辐射量才会加悬。军队亚青摕着武器驻守在禁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北边一直攻到南边来，先提下切诺比核电厂。不过以武力来攻击这个和平用途的核子设施，违反联合国宪章。俄罗斯提出影片来昭告天下，正甲乌克兰国民卫队合作，核电厂能正常运作。每天监测这个辐射600，只是消息的可信度也是无多来验证。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 результату рацион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превышения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контрольных уровней нет. 切诺比爆发生史上上界严重的核电厂事故，即要届满36年啊！这阵伊万以俗称酒馆的真大阿门头砍掉咧，避免辐射继续来外泄。国际能源总署 IAEA 发出新闻稿，指出当地辐射剂量每小时9.46微西弗，研判是大型的军用车辆开入去撩动污染的土壤所造成的。另外，这个数值大约是国内背景大将近100倍 ，IAEA 研判是未造成危险。IAEA 说9.46的话，其实还是在一般所谓辐射作业场所、核电厂辐射作业场所的一个管制范围内，所以他提到说这是可控制的一个管制范围。不过，乌克兰驻美大使进前指出，电厂92位工作人员已经正做俄军的任职。A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hernobyl power plant is now lies on the Russian forces and Russian army. 另外，国内27个辐射监测数值大约在每小时0.04到0.07微西弗。由切诺比甲台湾的直线离8000公里遮远，若不幸辐射大量外泄，原能会研判应该是袂直接来影响台湾。不过，伊原会继续来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12月份到过当年的3月份是法国南部见小草的花期，会开满黄色的花蕊，也有花芳。这条见小草公路有130公里长，通过8城市，嘛咧甲大家讲，春天特别到位啊！每年的12月中到3月中，法国南部蔚蓝海花地区的黄色含羞草进入花期，在冬天内底大开，予大家温暖的感觉，也表示春天特别到位。传到第3代的含羞草农，有300公顷的含羞草，每年这时阵，专家组总动员，在黄色的森林之间来采收。Nous, c'est notre fleur fétiche, puisque c'est celle qui nous fait vivre, qui nous fait manger depuis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sur cette colline, la colline des Mimosas.
含羞草并不是法国原生食物，相传是19世纪英国库克船长为澳洲引入种子，因为法国天气甲土适合种，就拖甲真紧。甲即马规个海岸地区能看到黄叶密密含羞草花。Alors, ce qui rend le mimosa spécial, c'est qu'il symbolise le soleil de la Côte d'Azur, du sud de la France. Il a un fort parfum et il plaît énormément en Europe du Nord et dans les régions du nord de l'Europe. 大家拢介意含羞草香味，也互人沉醉，所以当地观光旅游局特别规划一条130公里的含羞草之路，每年也办含羞草节，吸引真侪人来品芳。Effectivement, la fête du mimosa n'a pas lieu cette année pour raison de crise Covid, mais en fait, nous avons les touristes qui sont là depuis déjà plusieurs semaines pour profiter en fait des collines qui sont remplies de mimosa, donc découvrir, faire des randonnées, découvrir bien sûr le parc de Marande, une centaine d'espèces différentes de mimosa, et puis nous avons toute une exposition qui explique l'histoire du mimosa à travers plus d'un siècle. 含羞草之路沿路经过8都市，终点站是香水之都格拉斯。较水的含羞草会包做回收伫花店内卖，另外其他无出口的会送去工厂，利用蒸汽提炼精油，加伫香水内底。The mimosa essence, when it's used in a perfume, it will make it very flowery, but it won't be like a rose in the freshness. It would be a more unusual scent. It can add almost some more woody tones for a type of flower. 黄色含羞草开出来有大发财意思，同时黄色也代表活力。意大利为传达对女性的感谢之意，伫3月7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送予女性一束黄色含羞草，表示女性团结。公视新闻王碧文朋友。镜头来英国来看，英国有一个国步机器人，会当伫规堆的切角内底测出湿度，减少病虫害，互粮食较袂害去歹去。根据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的统计，全世界5国粮食伫仓库的时，有1/5拢会拍算去害去。即马有这项科技斗3工，有这项发明，就袂无彩嘛袂了去啊。这台看起来敢若是虽然美式下球的机器人，会当伫这10公尺宽的古部队内面，家己来回收集资料，而且一个会当用手机啊控制。If we move the fins on the top, that means at the bottom the surface will be smooth, and it will move much slower. If we move the fins at the back, this way we'll start capturing a little bit of grain at the bottom, and moving them on the top. This way we can start going down. 农民用这台机器人，叫伊去古部队的上内面抽一寡麦仔出来磅伊的湿度，因为若是伤过湿，就可能生虫不菌，对内面烂到外口出来。The problem is the hot spots are not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If you've got a great big heap of grain like we have here behind me, and that hot spot is in the core of that, and it escalates and grows to the outside, you know, a week or a fortnight or 3 weeks, by the time it gets to the outside, it's too late. 伫高中内面工作，唔那是辛苦，也真危险。2015到2020年之间，英国就2位农民因为落入去古部队内面砸死。That if you walk on top of and they break, effectively you get an action a bit like quicksand, and then you can sink in there. And if you do,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really save you because you've only got a few seconds. And even if someone could pull you out, they would just break your body apart. 这台机器人除了会当保护农民的安全，根据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每年伫咧渡船阶段损失的粮食有超过6.3亿吨，差不多是粮食产量的20%。这种古步机器人伫咧今年热天就会当上市，希望会当帮助降低粮食烂去所造成的浪费。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甲明仔载各地拢好天，日时高温有26度以上。也毋过伫即礼拜高2波冷空气会伫拜3甲拜6到位。拜3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高温剩20度。若拜6的时冷空气会比前一波还佫较强，北部高温敢若剩17度。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
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0度，上悬20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